官醉马堂，抬得侧忠良，为官司正气，功高的保家。情深深家风，还是永传扬，还是永传扬啊！田总是运势成后，可见一下。陛下圣殿，把官朝见。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万岁！请我见老子谁？寂寞。王妹扎黑，为着镇上一笔换，寻个为徒当大雷，寻个为徒当大雷。对事情也是那太太才死，恐怕也受于3分。来呀，把那衙门事情取来，与诸位去共赏。哎呀，你比人快来，这书法更为精妙，精妙！陛下到朝的生进体，千类之妙，你好啊！来生不为人，先父故身，后父来了呀！婉儿，你一下死后，父我。婉儿像是有心事，父我，婉儿在想那言语专词。太子心急转世，不幸身危。双儿楚国公吃饭吃了，以一句客服言语自责，且报传来举国欢腾。太子何有之有？父我，楚国公本是为朝天外恨子，快快有请。
运之体，公我他也。臣不管鞠躬要赏，要赏，要赏！陛下，老奴记得先帝曾立下遗诏，能说服燕帝者，当与王爵加封。哦，你是说加封王爵？哦，陛下，20年前先帝确曾立此遗诏。不错，那燕云之手乃中原兵诏。落实了人之手已经200年。当年太祖列朝之时，偏向收封，却未能施愿。先帝对此已耿耿于怀，自今得以克服，出个宫却公自为。太子，你以为是何？父王，楚国公虽有专功，可他毕竟是内臣出身，他是烽火，恐怕差类非议。太子说的是，朕出身王门，怎堪担此重任？莫大是外朝文武，当初为我派外国领兵杀张，出征之前，太子又为何不加阻止你？既是先帝遗诏，因我不可。楚国公专攻哈哈，随之不愧。好，那好，就以先帝遗诏，加封楚国公为光阳郡王。去吧，去吧。你是何人？眼中之应是陈侯。哦，陛下，楚国公封王之事，臣以为不妥。与何不妥？楚国公，此番当真是说服了燕帝吗？既非受封，难道这燕帝还是了人公孙相称不成？并非了臣相称，既非受封，又非相称，那是从何来呀？从今日手中出卖他来，楚国公，你的子列军抗了北方门，一听他已经与我打算。
你是谁真的义我啦？但这个就算是我陛下的皇帝的可我放心，他也是尽力尽责的事，啥子都做，操控控制在真正成名之臣我，你当是些真的龙宝，就不怕天地的死吹毛听去。尽心之诚，何有之语？请陛下谢取更衣吧。朕要将这一幕留着亲家这样的传承。陛下圣恩，陛下圣恩。朕爱卿亲生一时出自追马堂，曾是把正事来呀。册封姻缘追马堂为忠孝义，经过此地者，判官下轿，不管下马，以表诚实一门，立对主将，进行经营自我。臣请陛下来。陛下，父王，今日这事，楚国公虽负燕翼于公，半子奉为光阳郡王。那陈侯呢？这陈侯嘛，为生方正，但孤于耕场，把他留在田中，叫他外放追父，生策怕父王。为天地立心。
可以继承来兮。你为相这句，怎枉为与继承来兮？同官为所谓意义，家中夫婿世子民不两生，自己后事一切。身为他孙臣子，应当确定下明察真相啊！夫君啊，夫君，你这是何苦嘞？我乃陈夫子，嫔妃陈于死肉。此番为相可是性情啊！愚兄虽到草民，
要调往京城升征。京城升征，燕帝不给恭喜，为兄吗？嬴政兄，这京城之国岂是那么好做的么？燕帝言下之意啊，嬴政兄，此举京城将成何战？杀中书生，天人有正义，有正言吗？正是，嬴政兄，口之正言，怎之所在？正言身为监官，实在夺尽从吏，不准主责，匡正军费，见证得胜。本朝监官奸情于世，嬴政兄口之于世确证。身为御史，当纠察官衔，肃正纲纪，大事则听偏，小事则奏台。你我皆曾是最码头臣子，嬴政兄可忘记了臣子为官之家训么？死于朝野，为主为良。好啊！休日燕帝发此三文，莫非话里有话？嬴政兄，朝廷当会请作第一，不计善举将领，全举其当行事理，不言张曲不若此。所谓可见，究竟何在？红花也当，那红花从今上来也与敌，好风有伤大军旗，应当逃出去，情结似水天之理，徒儿回防于此关。为兄也与叶氏相同，收头子兄长齐国将来，此番觐见先人禀报，带上增粮，空余不足。在儿死于沙漠，也无此可厚。好在他都说万顺经营，眼地他才为兄
正言曾经上书，黄将军我同官同立埋国。将他传押大理寺，听而处置。大理寺，万岁万岁！没想到那陈平机关上罪，诬告君王。哼，想这等不是两立的狂徒，俱给当堂听罪。万事判谁胜的，将他参押大理寺。君王身为炎帝，忠心可表。曾为助那土地卖国之词，太太子查明真相而最终处置。众位大人都来了，拜见君王。今生本皇圣臣，承蒙诸位同了不起登门何人，老夫跪敬不行。各位不必拘礼，我们同饮美酒，不醉不归。谢君王。
君王，我是光阳君王，谁管上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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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虚惊一场。君王，那正定之日，老奴已团查清楚，在他的来往书信中发现了这个羞辱亲戚。前任殿中事于是陈侯，陈侯是羞人，真是阴魂不散呐！此等穷酸书生，寒窗苦读，无非去官求财。君王何不虚以利落，弄得门下？本王何曾不想？那阵母子棍子，老夫恐他这生事端，有意思他，许他是自证，哪晓得此人命还不灵啊！哎，那便以后的妻子是何？送去了万两银，结果连陈家的门都进不去。哎，竟有这样的人，他竟进去不前，切不去，休怪我手痛心狠。君王，接着正定这言上书，陛下在下令将其参押大理寺，妾娘也想与君王把我的太子自判此案，并诏令陈我来京作证，此为何意呀？真是生意难查。君王，可知当今陛下心头在即何事？何事？当真！陈侯与陈廷结策之名真淫乱，真马逃，乃是同乡同宗的日神。陈侯不是借君王来过一个结党营私的财迷吗？结党营私。审问的乃是太子殿下，君王不必多虑。常言道，先下水为将。
趁火上堂，趁火上堂来也。这不是你太子殿下否才？孩子么，此人是在东宫之中。殿下辅助陛下治国理政，10里万计，今日本王先替他审案。你带上来，带上来。兄长，严定。本相信是太子殿下明察真相，才子请为这般情景。只怕那奸人怎随昨天却藏梦想，堂下之人可是真哦？是，又怎样？你与陈定可是同乡？同乡可是同宗？同宗可是一帮同年？一帮同年？同乡同宗同年，分明还是同党。同党，此有意，此言何意？你二人谋略法案，整个结党营私，无言不过谁大过去，还不与我重审？我笑，无法笑，我笑，我笑你几个来年轻轻松，我笑你三里对人让成熟，我笑你月长一样子，我笑你情之间貌丑。曾经你是我勾结着我，诬告本王，也是还不与我从人招来。同国，你负国卖国之心，谁人不晓？我须跟进。曾经我身为清官，出言进谏，后来不好。你来呀！有唐寅时，兄长。
事就托付你了。好一个兄弟精神！一人做事，一人当，那岁数才是我长定之身，与他人无关。兄长，不好啊！兄长！他成奸之才，此才成名神了。臣的啊，臣的，你既已上任，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由不得你了。我滚你！我滚！呸！才请你的权利关于此臣不过是借太子辛劳，替殿下分忧而已。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臣听神社会人羞愧难当，自尽而亡，与本王无关。你什么？臣听他生才了。不错，有公说才是太子殿下，臣听哪能冤枉？冤枉！
李大嫂，请送陈公子平安归乡天下。
思念。
呀，死后也告诉的，乱于杀的此人做梦啊！自己兄长他，我是谁？我是这块的人物，我好痛，好痛啊！
有声摆平，曾良，曾良，夫君曾良他，曾良要上京去那潼关复仇。夫君，曾良，曾良，不可，四娘，曾良，你可知那潼关，那光阳君王权倾朝野，不可。也是光阳君王有时候权倾朝野，有时候杀父子仇，不共戴天。先生，莫非怕了他？曾良，我来问你，你弟弟是为何而死？上奏弹劾，他为何要上奏弹劾？参事奸臣，为何要参事奸臣？是那御史自首，那他为何偏要听这御史自曾良啊，我们那天子之间，并非私怨，更无君子。身为御史，接二必有江山社稷，天下苍生。江山社稷，天下苍生。夫君说的是，曾良，我们为家四娘啊！既说你已准备就绪，别上路吧。夫君，叔娘，区区相识，曾良一奏归报，称为才俊，也该让他早些上路，进京会师。夫君，我会修书一封，交予李刚他生。曾良，此后在京，一切听从他的吩咐。夫君，兄长临终之前，可是将曾良托付于你的呀！曾良是来名多君，父母上太可怜，兄长多虑真妙，怎能够离他还来冒风险？曾良，回家。
爱卿，各路前往兵马有无新的消息？张水大圣一路以杀破金兵为度，保证借口第一他，其余各路是何？哎，大都国主不见，此次必难脱身。莫大宋养的竟是些这样的臣子啊！陛下，我大宋臣子倒也并非见是吞生怕死之徒，臣请陛下借钱一声。何人？前天宗是御史陈洪。陈洪，快有请！是，有请陈先生。不宜陈洪，见过陛下。陈先生，此个边境为难，人心未动，多少王公大臣恨不能全城而逃，你会后逆鳞而来，挥军风雨，为国尽忠，那臣民之本分。果真是接风紫荆草，盼他见忠臣啊！这是此下京城府兵可用，只有张守业前往此时抵达，也不过了司法。此后与大使几万精兵相抗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必有拼死一战，死守边境。必有拼死一战，死守边境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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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陛下，此君大圣，天下乱，人心惶惶。这边境便是我大宋臣民的子心所呀！陛下，这边境贼，这大宋贼，本人不能放弃呀！陛下，你得腾之远兵大。
复过，催他而进，看见陛下头下之心，参出见念平下。马阳龙老兵兵外，传到将军不辞，才是生死存亡，军风结成黑死。陛下，乖，爷爷逃出城外，前方欲做工，恐不幸追杀，臣恐拒军一城，后臣今天是臣真了。可是那臣弟之子，真是那臣弟之子，心头皆是好。臣知了。为保命令，进去把求主头，求主头。真不得把30岁满身贵，真不得满身疲惫，家儿们家儿等。太上皇请大兵。哦，是子，随我前迎。贾公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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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啊！君王。王可在此地。太上皇说他走不了，哦，要在此地稍事休息，且劳奴镇上故居。是此，就请公公快带本王前去见见。以劳奴看，君王还是不要去的好。这是为何？君王不知吗？如今太上皇对君王可谓是恨之入骨。这怎么为呀？其中源于君王难道真的不知吗？我要觐见太上皇，你叫我娘开。你叫我娘开。你叫我娘开。君王，你老东西。太上皇，上陛下去故居，为有失此之马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是何人？陛下，我是童贯，我是陛下册封的光阳郡王童贯呐。童贯，你来此作甚？奉得太上皇内训，老臣得来追随。追随？童贯。
管啊，统管！你好不自许！贾公公，求你过来了，太上皇，快随我走吧！太上皇，就太上皇上老臣死不作允。你放手！太上皇，你放手！我死！尽管出完龙体，给到我在贾公公你。怎样？我算是强盗终身退，连你这只老狗也翻脸不成人了。你尽管骂我老狗！你给了！太上皇，你不要丢下老臣不管，老臣也想忠心耿耿呐！忠心耿耿，通过。你是这般标中之言，多色情恰也我不让你才一生。老臣不想这人，这是为太上皇护驾。护驾，这不许你护驾！上天护驾！别打我！林大圣与臣马追奔而来。哪路人马？对人像是真娘，真娘，这是新生监察御史真娘。原来是奸臣御史陈真良陈大人，不知大人到此有何贵怪？拜见太上皇。哦，快请是。启禀太上皇，李刚大人与曾素月大人已带领众将士和李接推进兵，偏进得报。边境得报，陈凤平向此命请太上皇为公。好，这就为公，这就为公。此老臣随驾赴营，一同为公。这大人呐，这奸臣分明要压制太上皇啊！哼，王爷，看来你是不能为公了。你来呀，拿下！啊！
此求天分战，求天分战。臣我可见太上皇。哦，快请起，多亏二位大圣及时关来。老夫冷落至此，据算是百里所赐。操了！你与今生，全是你此计所赐。来呀，且慢！臣我临险之间，老夫心中还有一盒秘籍，将来你一心助我，可是为报那尝到边关之罪，可是为报那一种杀兄之罪，那为我誓死不放，非自杀，老夫不可啊！此乃圣真之证，于是自明。圣真之证，于是自明。通过。
是怎我境界？天纵日于此，成何立志？姻缘最